Hello，各位網友，阿朱媽咧又拍片同大家講下啲足球啦，好冇？近排大家應該睇世界盃咧，睇到啲熊貓眼啊出晒嚟啊，因為啲時間啊，對於我哋香港人啊，或者我喺而家韓國住嚟講咧，啲時間啊好唔靚啦，要半夜起身就去睇啦吓。咁啊我自己支持嘅球隊兩隊。一隊係法國隊，因為我好中意施丹嘅。另外咧就當然係韓國隊啦嚇。咁今屆嘅韓國隊咧已經係出咗局啦，大家應該都知道啦。喺小組咧就淨係得3分，排第3名，唔能夠以最佳第3名嘅成績出線嚇。咁啊，而家佢哋成隊波咧，尤其是個主帥咧，俾人哋鬧到飛起啦，即係喺國內都軒然大波啦嚇。好多人都話要喊打呢一個嘅主帥洪明甫啊，有啲。便利店又貼咗啲告示話唔俾佢入嚟啊，總統又話要徹查佢啊，咁啊網民咧鬧到飛起，又整啲 AI 圖啊，連韓國股市跌咧都話因為呢個洪明甫啊搞到股市跌啊，咁總之就千夫所指咁啦。咁我都見有一啲嘅YouTube 嘅頻道。佢哋會覺得，哇！點解啲韓國人好似咁野蠻咁樣㗎？喂，輸波啫嚇，贏啊英雄，輸啊狗熊，俾你鬧到九彩咁樣，咁仲有人為國家隊去踢嘅係咪？輸波咁樣，好似以前啊哥倫比亞嗰個門將咁啊係嘛？撲唔到個波啊，整到烏龍球，跟住翻到國家咧要俾人哋槍殺咁樣係嘛？咁嗱我又想講一講啦，點解韓國人會咁嬲？其實唔係新鮮事嚟㗎，其實唔係因為今次佢哋喺呢個世界盃出局而咁嬲，其實係積怨咗好耐。咁所以我想同大家解釋一下。咁我亦都問過當地嘅韓國人嘅，傾談過點解佢哋會咁憎啊呢個洪明甫。嗱，其實佢哋咧主要係憎啊洪明甫嘅啫，咁就唔係話怪晒成隊韓國足球隊嘅。嗱，喺2026年嘅6月30號凌晨啦，即係琴日嘅凌晨啦，韓國國家足球隊咧就喺世界盃出局之後就翻韓國啦。咁啊翻到去仁川機場嘅時候咧，就發生非常之震撼嘅一幕啦，就係頭先片頭都播過噶啦。咁當時就係4點鐘凌晨嘅，咁但係現場咧都擠滿咗好鬼嬲嘅球迷啊、市民啊，同埋仲有好多嘅 YouTuber。其實喺韓國咧，哇啲 YouTuber 嗰啲收視啊，嗰啲嘅訂閱數咧好勁啊，始終呢度人多啊嘛。嗱，咁佢哋一棚人咧去到機場嗰度，一見到主帥洪明甫同埋足協嘅官員行出嚟嘅時候咧，即刻咧大聲喺度辱罵啊，叫佢哋滾出韓國啊，還翻20億韓元啊。咁啊，個現場氣氛都幾緊張啊，甚至乎要警方啦同埋機場嘅保安咧要強力護送佢哋先至離開得到。其實我自己初初見到呢啲畫面呢，我都覺得會唔會當地人真係比較野蠻啲呢？好似對個主帥好唔文明喎，係咪？未輸波之前又唔見你哋咁樣講嘅。咁但係我深入去了解呢件事之後呢，就好明白到其實韓國人今次嘅怒火呢，其實真係唔係純粹因為今次喺世界盃度輸波而發癲嘅。呢一份嘅憤怒呢，係對於韓國嘅足協啦，對於洪明甫佢個人累積咗好耐忍無可忍嘅惡行咧，咁所以令到韓國嘅市民咧要爆發嘅嚇。嗱，咁我見到有一啲嘅 YouTuber 咧會叫佢做洪明虎啦嚇，洪明甫啦都有啦。咁但係如果同佢韓國嘅原音咧，洪明甫係會接近啲嘅，咁所以我叫佢做洪明甫啦嚇。咁啊，今條片就同大家拆解下啦，點解韓國人咁 Q 憎呢個韓國嘅主帥啦？咁到底背後咧又牽涉咗啲乜嘢戰術失誤啊？有冇啲咩更衣室內鬥啊？咁啊，同大家講解一下嘅。嗱，咁先回顧下究竟嗰3場嘅世界盃分組賽啦。咁啊，發生啲咩事先？咁佢哋就喺 A 組嘅。咁啊，對手咧分別有捷克、墨西哥同埋南非啦。咁喺第一場咧，佢哋係2-1贏咗捷克㗎。呢場波我自己有睇咧，我覺得其實真係踢得唔錯嘅，尤其是你係要踢逆境波啦嚇。咁呢場波就踢出一個逆轉嘅形勢啊。雖然嗰戰術就唔係話好好啦，因為好多人都話洪明甫咧太過保守啦嚇。咁但係總之贏波就係英雄啦。總之能夠2-1反勝捷克，全取3分。咁嗰陣時，全國韓國嘅市民咧，特別喺首爾嘅光化門廣場嘅球迷咧，非常之鼓舞啊，因為佢哋都會有喺戶外一齊去睇呢場波噶嘛。咁嗰3分咧，即係大家都對晉級32強咧滿懷希望嘅。好啦，咁去到第2場啦，我有睇嘅韓國對墨西哥。咁其實咧，墨西哥去到呢一場咧，亦都係之前贏咗波啊，贏咗南非，大家攞住3分。呢一場波咧，如果大家和波嘅話嚇。咁啊，韓國同墨西哥一齊攞住4分咧，基本上係入硬32強噶啦。
你話4分會唔會都排唔到頭2名而出局？呢個機會率係好低嘅。咁所以嗰場波呢，雙方係冇乜射門嘅。我覺得好似有啲默契，不如大家和嗰個一人一分，開心心咁樣啦。咁但係呢，嗰場波就我好記得啊，個門將呢，佢有一次嘅撲救嘅時候呢，就有啲蝦碌嘢同自己個隊友撞埋一齊，令到佢找唔實個波，咁個波就跌翻喺對方嘅腳下啦，俾對方偷雞咁樣1-0。其實嗰場波係成場都冇乜射門嘅，係直頭角球都冇乜，係非常之悶嘅。所以我諗洪明普呢嗰場就計數計得好盡啦。咁同埋佢不嬲呢都唔係話打啲咩好亮麗啊、好進攻嘅足球咁樣啦。咁所以嗰場呢，我諗就失咗預算。佢以為都可能悶和一場波攞1分就晉級，咁點知呢計錯數。好啦，咁嗰場失咗分啦，去到第3場咧就可以話生死戰啦，亦都話對住同組啦，叫做較弱嘅南非啦，咁啊好多嘅國民都覺得係贏緊嘅。咁呢場波輸波啦，大家當然知啦吓，咁亦都係引發啊全韓嘅國民憤怒嘅引爆點嚟嘅，因為頭先都講咗啦，4分就晉級噶嘛吓，對住墨西哥一個意外啫吓，咁你對住南非都係嘅，只要和波都基本上係晉級硬噶啦。咁但係阿洪明普咧喺呢一場嘅生死戰呢，嗰個策略真係大家都覺得好錯，佢竟然呢好荒謬咁樣踢一個好保守嘅踢法啊，更加係做一個令到全世界唾罵佢嘅決定，就係將個隊長兼頭號球星阿孫興文擺喺後備，俾人哋鬧到飛起。咁結果呢，嗰場波成隊韓國隊嘅進攻咧毫無章法啦，完全冇戰術嘅 pattern 啦。咁下半場呢，哇！見到勢色唔對，先至換入孫興敏希望去挽救到嗰個局勢啦，但係已經無補於事啦。最終咧，俾南非喺第63分鐘咧射入致勝嘅1球。咁最終韓國就0-1輸咗俾墨西哥，喺小組第3咧就慘淡出局。咁啊賽後咧，連嗰邊南非嘅教練都話，佢話韓國嘅戰術完全係我哋意料之內，非常之容易應對嘅。哇！簡直咧係即係喺好憤怒嘅韓國市民心目中再火上加油。原本係好嬲噶啦，係咪？即係大家都話你唔好咁保守啦，你俾啲奶力進攻射下門啦。嗱，其實如果佢對墨西哥咧，佢採取一個積極啲嘅踢法咧，你3分攞硬袋咗先你就算之後輸俾南非，你都唔會俾人哋鬧到飛起噶嘛，係咪？點解你場場都喺度跳慢4咁保守咧，咁驚失波咧？係咪？咁韓國嘅名宿評述員李榮彪嗱，唔知李榮彪大家知唔知邊個啦？佢以前都好勁啊，曾經都踢過熱刺嘅吓。咁呢個我記得係好似踢閘嘅呢個李榮彪。咁佢而家做咗評述員啦。咁佢都喺直播嗰度咧狠批啊！佢話呢一場係21世紀以來韓國隊踢得最令人難以理解、最差嘅一場波。咁總之國內咧嗰個民怨沸騰啦。喺第3場對南非，呢個洪明普就將孫興敏擺後備啊。其實佢呢個決定咧都係引起軒然大波嘅。咁喺賽後咧，洪明普就話佢唔知咪揾藉口啦。佢話因為考慮到對手嘅體能，想等佢下半場對方攰嘅時候，再派孫興文出嚟做騎兵咁樣。嗱，咁呢個講法咧，真係根本就站不穩住腳啦。因為喺呢個關鍵嘅生死戰，你居然係主動放棄陣中最強嘅英超神射手兼精神領袖嚇，即係而家雖然佢已經唔係踢英超啦嚇。咁呢一個賭博咧，簡直係自殺啊！咁其實如果你之前對墨西哥，你又贏咗6分，你有6分喺手，你就慢慢玩啊，係你全部派晒 B 隊出嚟都得。但係呢場生死戰嚟噶嘛？你最賽後咁樣講，你會唔會激起民憤啊？吓，咁當地嘅球迷咧，同埋嘅媒體咧，都普遍認為洪明普呢個舉動係背後充滿住個人嘅私怨同埋妒忌心嘅。點解呢？嗱，因為喺韓國球壇呢，孫興敏嘅地位好高啊，即係好似上一代嘅朴智星咁樣啦吓。咁孫興敏呢係深受隊友同埋後輩嘅尊敬。咁喺好多球員呢，私底下寧願聽阿隊長孫興敏講啦，就多過聽阿洪明普之笛嘅。咁所以令到阿洪明普呢個自尊心極強。佢係老一輩思維嘅呢個教練啊，佢又感到好受到威脅啦，同埋好妒忌。呢個好多國民都知嘅，都知道洪明普好妒忌嘅孫興敏嘅。咁所以佢唔俾阿孫興敏打出正選呢，其實係被視為一種偉大教練綜合症發作嚇。佢想向外界展示啊，即使冇孫興敏，靠我洪明普嘅戰術一樣可以贏波。咁結果呢
呢份嘅自私就摧毀咗成個球隊啦嚇，咁亦都令到韓國人呢非常之憤怒啦。輸波出局之後，呢一位33歲孫興慜呢就主動向隊友同埋向國民含淚道歉，話係自己做得唔好嚇，將嗰個輸波嘅責任呢歸咎喺自己嘅身上。相反啊，呢條茂利呢個主教練啊洪明甫喺記者會上邊呢就竟然話係自己同埋教練組都搞唔明點解啲球員踢得咁差，將輸波嘅責任咧係推俾球員。嗱，呢啲係毫無擔當、極度自私嘅態度咧，係徹底點燃咗國民嘅怒火嘅。咁啊，好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呢個問題我都想問下啲韓國人。其實洪明甫咁嘅水平，咁點解佢當初又可以做到主教練嘅呢？嚇，咁原來咧呢一個亦都係涉及韓國足協啊 KFA 嘅內部裙帶關係同埋腐敗。嗱，頭先講過啦，有好多人都唔妥呢個洪明甫嘅，包括啊李榮彪啦，聽講朴智星亦都係嘅。嗱，朴智星大家應該都聽過邊個啦嚇？佢就係我愛隊曼聯嘅前球星嚇，踢過曼聯，其實能夠外流到英超頂級嘅球會咧係好勁啊嚇。咁朴智星咧其實喺2017年嘅11月咧就答應過足協嘅邀請，就出任啊青年戰略本部長嘅。咁啊，希望用佢歐洲曼聯學到嘅先進體系啦，可以改革啊韓國嘅青訓。但係僅啊做咗1年之後咧，即係大概2018年嘅12月，咁啊朴智星咧就毅然辭職。咁當時足球界內部人士爆料啊，就因為阿星仔咧，佢又感覺到非常之頹喪，因為足協內部由鄭夢輝會長以及係洪明甫等老一輩嘅保皇派，佢哋把持嘅呢一股嘅保守勢力呢，係極力反對同埋阻礙朴智星嘅體系改革嘅。即係星仔就想改革啊，覺得好守舊喎，好迂腐喎嚇。咁但係呢，佢做乜都做唔到，咁所以搞到星仔喺呢個崗位裏邊啊，呢個青年戰略本部長好似就空有銜頭，根本就毫無實權，咁所以最終咧佢都劈炮唔撈啦。咁到咗啦2024年嘅7月啊，足協就喺開除咗當時嘅領隊啊奇連士文之後呢，咁就喺完全唔透明、繞過正常篩選情況之下，咁就可以話黑箱作業啦，強行委任呢個洪明甫為國家隊主帥。嗱，好多人呢拍台反對嘅嚇，即係但係都唔明呢啲咪就係黑箱作業咯。咁當時啊，作為委員會成員嘅前國腳啊朴柱浩呢，亦都喺 YouTube 拍片當哨兵啊，咁啊踢爆足協內部呢，根本一早就已經係內定咗用洪明甫噶啦，而且嗰個程序咧係完全不公唔透明嘅。好啦，跟住之後，阿朴智星啊、李榮彪啊、李同國啊等等一眾2002年世界盃嘅功臣啊，全部都站出嚟公開嚴厲咁樣去炮轟足協嘅腐敗。阿星仔啊更加直言啊，足協嘅做法咧係正在摧毀韓國足球嘅根基啊！即係其實國內咧一路都喺度炮轟緊韓國嘅足協噶啦，所以點解佢哋咁嬲呢？啊，點解連總統阿李明博都要出嚟咁樣去講呢？其實忍咗你好耐噶啦，即係好似我哋忍咗嗰個涉嫌販毒嗰個人好耐噶啦，啊，唔係突然間去針對佢嘅嚇。啊，咁我講翻呢個先。咁所以嗱，點解啦？解釋到韓國人討厭呢個主帥洪明甫，其實係因為呢。佢正正係呢個足協腐敗利益集團嘅核心成員嚟嘅，咁佢同足協啊互相勾結啊、分贓利益啊、阻礙好似朴智星啊、朴柱浩呢啲真心想改革嘅足球人啊，你想改革咩？啊，你想帶啲新氣象，我就阻止你啊！呢啲咪老 pat 老師傅咯。嗱，其實洪明甫呢。佢本身喺韓國球迷嘅心目中都有啲地位嘅，有一道光環嘅。點解呢？即係始終佢都係叫做2022年嘅世界盃啊，咁啊帶領韓國歷史性咁樣殺入4強嘅隊長啊嘛。嗱，嗰時佢係打清道夫嘅角色㗎，佢係隊長嚟嘅。咁啊嗰陣就攞過嗰個銅球獎添。咁啊成隊波就攞咗第4嘅，咁都可以話破晒歷史紀錄㗎啦，係咪先？亞洲球隊韓國可以喺世界盃嗰度攞第4，但係當然啦，當中有好多場嘅賽果都好有爭議嘅，尤其是16強對住意大利嗰場啦嚇。咁啊，如果唔係個哨子黑幫一幫呢，其實根本就真係唔夠意大利踢嘅。即係嗰陣講緊係哇球星雲集啊，有托迪有勝嘅，有迪比細路咁樣嘅意大利，你話韓國贏意大利清唔清奇先嚇？但係我同啲韓國人去傾過咧，
其實佢哋覺得阿洪明甫咧好屎波嘅，就係尤其是2002年啊世界盃嘅電軍戰啦，嗱嚇喺第4強戰輸咗啊嘛，咁跟住去到電軍戰就對土耳其啦，咁嗰場波阿洪明甫咧喺比賽僅開波10.08秒，就喺禁區邊咧犯下一個極低嘅錯誤啦。咁我見到佢攞住個波咧，其實嗱佢隊友傳俾佢喺後邊，佢一係傳翻後，你一係再 pass 俾你下一個隊友，佢又喺度論盡跳萬四咁樣，點知俾對方呢一個嘅土耳其球員啦搶咗，跟住再配合另一個土耳其球員，就咁好快10秒幾鐘就入咗一球，即係完完全全呢個咁壞嘅開頭就係因為佢嘅失誤而導致嘅。咁所以呢，即係你以為哇嗰年踢得好好，但係原來因為嗰年啊，就係因為佢嘅錯誤呢，原本都有機會攞個季軍嘅嚇，就係因為佢喺後防經常失誤，咁跟住成場波呢都有多次嘅致命失誤啦嚇，導致最終就輸2-3。咁當時呢隊友係更加不滿就係咩呢？當時世界盃嗰陣洪明甫喺賽後接受訪問嘅時候呢，又係推卸責任，又係卸鑊佢暗示呢係隊中嘅隊友啊，中場隊友阿柳雙鐵傳球不當所致喎，因為人哋傳俾佢傳得唔好，咁樣嘅喎，即係佢永遠都係冇乜承擔嘅呢個洪明甫，我真係唔明點解佢會做到主帥嚇。咁歷史呢就驚人哋相似嘅嚇，無論佢啱啱講過嘅啦嚇，2002年阿洪明甫做球員嘅時候啦，又或者2014年啦，嗱2014年其實洪明甫都做過韓國嘅國家隊㗎，嗰一年呢，亦都係喺呢個世界盃決賽周係慘敗嘅。好啦，再去到2026年今屆又係啦，可以話恥辱性咁樣去小組出局。呢一個洪明甫喺3大鑊嘢裏邊呢，佢都係喺關鍵時候犯錯，而永遠都係喺賽後推卸責任，永遠都唔認錯嘅。嗱，呢一個咁嘅人去做韓國足球隊嘅主帥，你點可能唔令到呢個個都火滾啊？所以咧，我而家明啦，我明點解啲市民咧喺機場嗰度爆晒粗咁樣啦嚇。嗱咁啊，各位嘅聽眾睇到呢度，你哋覺得頭先我喺片頭播嗰段片啦，仁川機場對阿洪明甫嗰啲嘅大罵聲，究竟係咪純粹單純嘅野蠻啊？話我哋韓國人未進化咁樣啦嚇。嗱，韓國咧其實而家嗰個嘅陣容啦，有孫興慜啊、金敏哉啊、李江仁啊呢啲效力歐洲頂級豪門，亦都可以話係喺歷史上啊最強嘅黃金一代。咁但係你一手好牌咧，就俾呢個靠黑箱作業上台、戰術落後、妒忌賢能、淨係識射博嘅主教練呢，就毀壞晒啦。仲有啊嚇，呢個幫兇當然唔少得腐敗不堪嘅韓國足協啦嚇。咁啊，韓國足球嘅發展如何呢？如果唔去整頓一下而家呢個制度呢，恐怕都好難去進步啦。尤其是你喺亞洲嘅日本咁樣係咪？日本啱啱都喺32強輸咗俾巴西，你就係困贏日本都難啦，係咪？人哋日本起碼都出盡力，足球小將精神，戰鬥到底，喺最尾嗰1分鐘輸咗嗰球都冇計啦，係咪先？但係即係上下全國嘅日本嘅市民都為佢哋鼓掌，係咪？我就見到嗰啲嘅畫面啊，見到巴西球員同埋啲日本球員攬住我，真係有啲都想喊。你唔好話去戰勝世界盃啊！你戰贏日本都難啊！你咁搞法嚇咁腐敗。咁韓國球迷咧喺機場嘅怒哮咧，唔係因為輸唔起，係因為佢哋知道，如果今次咧你唔徹底鬧大佢，你唔俾足協一個足夠嘅壓力啦嚇。嗱，今次連總統都已經開聲啦，要求徹查。如果你唔咁樣做咧，韓國足球嘅未來咧將會好徹底咁俾呢班咁自私嘅政客同埋政權摧毀晒嘅。嗱，咁我作為一個喺經常韓國生活嘅香港人啦，我都好敬佩韓國球迷呢一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敢於對強權同埋不公鬥爭到底嘅勇氣。咁你哋對於今次洪明甫出局同埋機場風波有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就同我討論翻嘅嚇。咁啊，轉頭咧繼續開直播，咁就爆呢個涉嫌販毒邵子峰嘅罪證啦嚇。轉頭見。